那起生着气嘴气钝的囡仔，父母要照顾这囡仔是更较辛苦，所以有一寡人袂少人愿意去参加罗惠夫罗颜基金会的照顾服务，去了解安怎照顾，在父母嘛会互相分享因的经验，而且在父母嘛有同款的家庭会当互相斗支持。坐，坐，瞧瞧。 等到厝，妈妈甲悠悠陪阿爷车内底坐，要向伊困。不过悠悠想要妈妈抱，妈妈感觉伊的需求又搁来抱起来懒懒的。一岁外悠悠是嘴唇闭的囡仔，出事了，医疗团队就甲伊动过几落遍手术，这么面看起来甲一般的囡仔拢同款。照顾小孩子本身就辛苦，只是说，乳幼外科的小朋友就是在喂奶的方面比较累，术后的照顾那一些的。 比较麻烦一些。那至于说跟正常小朋友一样，他有的正常小朋友一样也是会出现。悠悠的父母是经过6、7年才有悠悠，虽然有生的时阵超音波检查发现悠悠嘴唇有闭，不过也是决定该生来，也拄到囡仔出事了无好过的情形。医院出来，毕竟刚生下来也没有喂养这一方面的经验，所以就是还是请学姐到家里面来协助我们。它的特殊奶瓶就是构造跟一般的奶瓶又不同。 对，比较方便他们小朋友用咬合的方式让奶喷出来。为了要让嘴唇闭的囡仔的家庭有更加侪支持，不有这种情形的照顾者参加罗惠夫罗颜基金会孝善照护员服务计划，加社工做伙。 把自己的经验教给这款新手父母，也是这样子过来，然后我知道说，妈妈在初期怀孕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，一定会有焦虑，所以我也是这样的情形状况下，所以我很愿意就是帮助大家。装起来，奶嘴装起来，那这是节流法，等一下喝奶奶的时候可以用，盖起来。教这款父母安怎用特殊的育婴水啊，加特殊的育婴杆啊。 互因愈练愈熟，再加上社工的关心，互因更较有信心照顾囡仔。宝宝一出生以后，一连串的照顾，其实还有相关后续的医疗手术，其实对父母来说是蛮有负担的。家长会觉得到宅传媳妇好像是到家中去照顾宝宝，那其实不是，我们是提供到宅传媳妇指导。 长期伫咧服务罗颜家庭的罗惠夫基金会，自5年前，伫全台湾培训30几位孝善服务员，开始提供到厝内孝善的服务。伫今年已经累计服务200人次，用这种孝善的服务协助新手父母照顾嘴唇闭的囡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